不管卫生福利部之前公告讲，中药的从业人员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就当卖中药材。药师工会专联会早起是抗议，因是呼吁政府都要重视药师的专业。中资系当时培养就是要种植中草药，在整个学校的养成过程，根本不懂得中药在人体的治病的概念，也不懂得西药治病的概念。 把这个中药随便交给民众，就好像在卖菜一样。他对于这个职业范畴职业的这个相关规范，都依照这个准则来进行不会有药师所担心在这个调剂权或是在贩售指示用药处方药这样的一个问题。 药师工会专联会是认为卫生福利部伤害中药的专业部，因5月初4要上凯道去抗议，伊嘛呼吁卫生福利部就要撤回这个公告。也毋过卫福部是表示讲，尊重药师团体的诉求会以国家甲人民的利益优先来做考虑。